主席，本人謹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嘅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喺2025年會期嘅主要工作。事務委員會於本年會期內持續關注如何強化本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嘅地位。就此，事務委員會首次邀請多個法律團體代表出席會議，就推動本港法律業界嘅發展以及培養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同埋仲裁機構交換意見。事務委員會亦曾與相關持份者探討如何優化本港法律執業者嘅在職培訓，推動律師採用律師法團模式執業等事宜。事務委員會支持律政司積極推動本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嘅發展，以及2025年會期內提出嘅多項優化建議同埋措施，包括爭取擴展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措施所涵蓋嘅內地城市範圍，推動本港法律科技發展同埋法律業界更廣泛使用法律科技。持續推進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嘅發展，以及進一步深化調解文化同埋檢視調解規範嘅制度。另外，考慮到成熟穩健嘅法治基礎建設係本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嘅重要優勢，事務委員會亦曾與政府當局探討如何進一步優化本港嘅法治教育同埋推廣工作。事務委員會亦曾聽取政府當局匯報，自2021年落實有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嘅措施後，本港提供嘅法律援助服務嘅最新情況，並就如何有效落實各項優化家事司法制度嘅法定程序嘅措施，推動喺法庭運作中更廣泛使用科技等事宜，同埋司法機構政務處交換咗意見。就立法工作方面，事務委員會繼續密切監察就香港成文法作系統性檢討嘅工作進展，期望政府當局能早日完成法律適應化嘅修改工作，並就此訂立更明確具體嘅時間表。事務委員會嘅工作已經喺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藉此機會，本人感謝事務委員會各委員、政府當局、司法機構、政務處及各持份者支持事務委員會嘅工作，本人謹此陳謝，多謝主席。